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2，诗篇140篇6节安尼讲：我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上帝。上主啊，求你压耳孔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三角来祈祷，压耳孔，听我恳求的声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伫创世以前就知影阮，伫阮未出母胎就拣选阮，伫阮一出世就定着阮的一生。会全能上帝，主啊！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的话一开帖，就发出光，互戆人通达。主啊！求你用你的话，互阮的脚步稳当，阮就要守你的教示，行伫你所赐智慧的路。主啊，阮对你求救。求你拯救阮，主啊！求你看顾阮的苦难，来牵救阮，因为阮要对你讲，你是阮的上帝，主啊！求你压耳孔，听阮恳求的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